了解海外物業，我係石城嘅 Jaden，陪我一齊放眼世界。究竟你應該俾80萬幫個仔女租樓啊，定係俾80萬至100萬嘅首期俾你仔女去睇鋪呢？咁所以我哋咧收到嘅問題並唔係應唔應該去買，而係究竟去買邊度呢？其實英國有幾個大城市咧都非常值得留意嘅。咁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究竟呢5個城市係邊5個？咁啱啱所提及到嘅5大城市啦，其實都有分2類嘅。咁第一類咧就係倫敦啦、曼徹斯特啦同埋伯明翰啦。佢哋勝在咧就係規模夠大，學生同埋居住嘅人數量夠多，所以咧，當你買咗一個 let's say 學區房1房2房，就算你個仔女畢咗業之後，層樓租出去啦，或者係轉售，亦都係相對地容易嘅。另外一類咧就係呢個精英嘅城市 ，which is 呢個劍橋同埋牛津啦。咁因為佢哋當然就係 top 2喺英國嘅大學啦。雖然佢哋呢一個城鎮係非常之細，但係正係因為呢2間大學咧，咁有好多高質素嘅留學生同埋在職嘅人士會喺嗰邊居住。同時佢哋嘅收入咧，亦都係會比其他英國嘅城市為高嘅。咁當然租客佢嘅收入高、質素好嘅話，咁你嘅物業咧都會有更加好嘅升值潛力同埋呢個租務回報嘅考量。所以咧第一類咧就係個規模夠大咧，就係越大越保障啦。但係咧另外一個極端就係越細越罕有。所以咧如果你要喺英國呢一邊留意唔同嘅城市嘅話，第一就係要個城市夠大，學生夠多；第二就係個城市要夠罕有，非常之 niche， 咁先可以令到你嘅物業有升值嘅空間同埋保值潛力嘅。咁首先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倫敦啦。倫敦其實冇乜缺點嘅，得一個缺點就係貴，係啦。咁如果你可以有倫敦嘅 budget 入場嘅話咧，絕對建議大家去考慮倫敦啦，因為倫敦就係倫敦，世界上係冇另外一個可以同倫敦 comparable 嘅城市嘅。咁所以咧係最保值啦，亦都係租金回報最穩定嘅城市嚟嘅。佢有大概40幾間嘅大學院校啦，超過70%嘅畢業生咧都會選擇喺倫敦繼續工作嘅。俾完你自己仔女居住之後咧，仲有70%嘅機會咧係租翻俾呢個喺倫敦畢業嘅留學生。咁佢哋畢業之後可能就係做翻專業人士啊，或者係金融相關嘅工作啦，或者係一啲 IT、AI 或者供應鏈方面嘅工作。所以咧，倫敦係俾到你最保值同埋呢個租務回報最穩定嘅地方嚟嘅。咁第二個選擇咧，啱啱提到就係曼徹斯特曼城啦。如果你想揾一個平價版嘅倫敦嘅話咧，Manchester 可能係你最好嘅選擇，因為咧佢市內嘅人口密度非常之高啦。如果淨係計市中心嘅話咧，其實呢個人口嘅密度係同倫敦差唔多嘅。淨係市中心已經有3間大學，係唔計 Manchester 市中心外嘅大曼徹斯特地區啦，其實都已經有超過10萬嘅留學生㗎啦。咁所以咧係非常之好嘅大學學區，可以俾你考慮做投資嘅。另外咧就係 Manchester 啦，佢嘅租金回報咧係比倫敦更加好啦。倫敦我哋可能見到係大概4至5% 左右，但係 Manchester 咧佢嘅租金回報最高，有啲 project 係可以去到8%，好多咧都係行路就可以去到3間大學嘅樓盤啦，所以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去留意嘅。第3就係伯明翰啦。咁伯明翰如果淨係計呢一個城市嘅大小嘅話咧，其實係全英國第2大嘅城市嚟嘅。佢嘅樓價咧係倫敦嘅1/3，同 Manchester 差唔多，可能仲會平 Manchester 少少嘅啫。咁佢嘅呢個 retention rate 冇 Manchester 咁高啦，但係佢勝在咧就係市區重建嘅比例係非常之高，有好多活化同埋重建嘅計劃咧喺市中心係發展緊嘅，所以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投資嘅機會。就係睇英國咧，其實最主要會升值嘅點其實得2-3個嘅啫。第一就係 location， 第二就係佢有冇市區嘅重建，第3就係人口密度高唔高，人口增長快唔快。喺呢幾個地方咧，其實咧就係正都可以中到我啱啱所提及到嘅幾個重點嘅。咁跟住咧就係呢個精英小鎮牛津同埋劍橋啦。咁點解牛津咁值得大家去留意呢？第一就係佢非常之稀有。Oxford 咧係一個非常之細嘅城市啦，其實咧行路大概30至40分鐘都已經可以行晒成個 town 噶啦。但係當你去買牛津嘅時候咧，其實正就係買緊佢全球第一呢一個嘅品牌，所以係非常之罕有，同埋佢嘅新盤數量係非常之少啦，租盤亦都係好難去揾嘅。所以如果你可以買到，即係譬如喺一啲靚嘅 postcode，譬如係 OX1 啊、OX2 嘅 postcode 咧，係非常之
保值，同埋咧係可以帶俾你比倫敦更加高嘅 capital gain 嘅 potential 嘅。咁最後第5個城市咧就係 Cambridge 劍橋啦。咁佢同牛津嘅概念差唔多啦，都係全球最出名嘅大學城啦。咁佢比牛津有一個點係更加好嘅，就係咧佢嘅科技發展非常蓬勃，有好多 AI 同埋 Tech 公司咧係會喺劍橋嗰度開設佢哋嘅總公司啦，就係因為去吸納劍橋大學嘅畢業生。咁講到呢度啦，咁點解會介紹呢5個城市呢？除咗佢哋值得你留意之外呢，就係我哋公司都有直接嘅盤源介紹俾大家嘅。咁我哋公司主要呢，其實就係同英國當地發展商直接合作啦。所有嘅開發商同埋項目呢，都係我哋做過 due diligence 揀過度過先會帶俾我哋嘅客人。我哋合作嘅發展商呢，全部都係英國在地紮根咗20年、30年以上嘅發展商啦。同埋咧，佢哋嘅 track record 係完全冇試過爛尾或者係交唔到樓嘅。咁我哋先會夠膽介紹佢哋嘅項目俾我哋亞洲嘅客人。咁最安全咧就係揾翻我哋直接同發展商代理嘅項目啦，咁先可以帶到一個比較穩陣啦，同埋真係有保證嘅投資俾大家嘅。你覺得自己係適合，譬如係一啲 starting price 30-40萬磅左右嘅項目啊，定係一啲可能係樓價比較高啲60-70萬，但係保值能力更加高嘅項目？如果你對以上介紹嘅地區或者英國嘅物業有興趣嘅話咧，隨時聯絡我哋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